讲到这个兴达电厂轻天然气的机组伫试营运的时阵，煞来发生事故。虽然无去影响到电的问题，不过这1982年开始使用的兴达电厂，这几年是接发生这事故。亲像2011年5月时阵发生2届停电，22年的时阵3月初3，搁再因为着这精卫的过失，造成全台湾有500多万户来失电。活动中心的天棚出现一坑足大坑，轻管架含几啊块房仔落来，受到车到兴达电厂事故的影响，离电厂无够1公里的盐电里，这厝拢受损，你办公室的壁含涂骹拢逼去，会当看到几啊条壁痕。当时开这时阵，头要到300万，要300万就即个有吼，你这过日安尼无？这来讲，若要个重新再重新整理的话，可能有一部分必须要打掉。加唔加就上忝。安尼吼。迄心肝吼，迄心肝骨拢一直长一直长，迄有够大声的大声，我真个我唔捌拄着迄啦。伫电厂4颗雷6个里的民众是感受亲像地动共款的这种震撼。高雄市长陈其迈爱台电负起赔偿责任，嘛要求检讨政策预警和通报机制。在未来这类似的事件发生的时候，台电应该第一时间要做说明。那就公安的这个部分，我们一定会严格的要求，如果没有任何安全保证，我们不会准它再试运转。兴达电厂是1982年的时阵启用，本地是燃煤电厂。1998年的时阵，增设5台燃气涡轮发电机组，以天然气来发电。但是燃煤1号、2号机已经除役，转作紧急备用。目前电厂正在做更新改建，要设3台燃气复顺宽机组，持续来打全台湾发电的重任。所以，互审计部指出讲，燃气机组进度落后，含持续采购煤炭有家己烧起来的风险。事故造成国人同胞的不便。我要表达歉意，特别是停电时间比较长的南部县市的乡亲。2022年3月初3，因为人为疏失，造成全台湾549万户大停电。高雄市长陈其迈当话批评台电是犯价级的错误。前总统蔡英文是亲身到南视察会试的。在过头前的一年，2021年是小连续发生513、517两个事故，分别影响400多万户和超过60万户的用电。跟大家说抱歉，我们台电会再一次好好的管好我们的。会将兴达电厂的一些相关的管理工作再继续精进。当市长亲上火线来会试的，但是解决事故的原因以外，安怎让民众搁一摆对因信任、稳定全台供电网络，是台电爱检讨的上大课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